一个月日，南韩四只乌熊5月才野放出去，花莲国再传讲有台湾乌熊2届拢入去含马溪，倒手掌本来就断去，即马变做生虫，救人人员替伊治疗，注晶片了后改野放。相关的单位嘛真烦恼，看到乌熊仔囝伫咧哀的画面，大家都真唔甘。这只台湾乌熊倒平手底啊，安尼硬正袂叮当。斟酌啊看，竟然是去互虎仔甲复掉的。伊的空喙浮人搁生虫，照这情形甲看起来，已经互虎仔复掉3-4天啊！救援人员赶紧加拔水，看到这只已经熟啊的熊公真严重来脱水，伊倒平的手底啊断去，而且嘛无绕，可能是第2摆的伤害。他的左手悬在空中，那几乎动弹不得。他的左前掌已经整个都不见了，那就是说他之前已经有误中其他的陷阱过。这只落难的乌熊，伫咧7-11天，互人发现到，经过急救了后，甲清洗空喙，才有较好一丝啊。不过，伫伊的分尸找无这个追踪的破暗壳啊，治疗了后有加入晶片入去，过来甲野放。这个乌熊妈妈黄美秀嘛赶到现场，看到这个情形，伊安尼唔甘丢丢，嘛伫咧面册发文来讲，伊的心拢强要智慧啊。炮锁甚至比铁夹还普遍，因为它很轻便又便宜，他们要选择性，有一点是大小通吃。原来这种陷阱俗称做这个山猪柳索啊，伫咧市面真普遍来流行。若是有野生的动物去甲打到，较严重的还会引起这个败血症来死亡。黄美秀嘛来点名有关的单位，都要紧想办法来处理。包括一些套索、料具这些东西呢，我们都会把它做清除。另外呢，在黑熊保育协会呢，还有林务局呢，也在就是所有的上面的附近的周遭的部落社区呢，都会进行环境教育。除了加强巡逻，林管处嘛表示，违反动保法来放这个虎仔，上悬会当罚75000块。若讲这个山猪柳索啊，是毋是要甲列做这个禁用的家私？嘛，伫105年已经有甲纳入去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法的讨论内容。虽然这个南安细只熊啊，才拄伫个5月顺利来甲野放，不过台湾乌熊即阵搁去打着虎仔来受伤，这是嘛常常听到的代志。珍贵的保育类动物，到什么时阵才会当有安全的山林通来生存，嘛，互动保团体感觉真忧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